农历的3月23是妈祖的圣诞。台中市的万和宫已经有339年的历史，这天是按照着古礼来举行三献礼祭典。甲其他的妈祖经无同的是，万和宫的妈祖无来绕境，所落来是由二世戏来登场，小连线来演75天，为地方来祈福。 明正九险，雷鼓三通，宣告祭典开始。有339年历史的台中市万和宫，以三献古礼祝贺妈祖圣诞。台中地区呢，就是拢万和宫才有办这个较盛大三献的祭典啊。 庙方表示讲，万和宫的妈祖除了3年一摆省亲活动以外，无游景甲进香的活动，虽然是由二世戏连办75天，为地方来祈福。心情足好诶，另外看人安尼唔捌迄个啊，唔捌拜祖啊。有真个信众专工来参拜，闹热的场面应验了中部3月小妈祖的俗语。 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